来看台南昨暗落大雨，伫安南区新西街二段附近出现一个大约2公尺宽的坑。另外，高雄是透大风，气象署指出，是因为锋面通过对流正旺造成的。早起上大的阵风是伫旗山透9级的强阵风。台北街路出现大面积的崩塌，边仔有明显的壁损，看起来大约2公尺宽，就惊愈逼愈大坑，里头赶紧放物件来检视。相关单位去调，我讲你应该用调的啊，因为我无看出来恁为着这个代志咧做啥物货啊。差不多昨下晡2点外的时，就开始大坑小坑一直崩落啊，到好3、4点的时，就像像这个情形啊。当地居民表示，30号下晡就发现路面无平整，刷咧就出现着大面积的崩塌，因为当地靠近着迪拜港，水流真急，接到民众通知的议员嘛，要求市府得要赶紧修复。那如果就做一个必要的紧急处置就对了。后续施工的部分的话，我们一定也赶快以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考量。尽管半暝落大雨，不过高雄气象站嘛警示着要注意强阵风。亲像30号1号伫公山举行的市啊，临时所起的批假，就因为大风吹甲东倒西歪。云雨带中的对流性的这个雨跟风影响确实在像是弥陀区啊、左营区、前镇区都有出现8级的强阵风。高雄气象站表示，这是锋面通过所造成属于移动性的状况。对流发展来发生，不是全面。不过，早时左营区、美德区拢有8级的强阵风，上大的强阵风伫咧旗山有9级。记者王刘婷、陈天坤台南高雄报道。